斯路蘭迪啊！仲有就係嚟到決賽之所以入到嚟咧嘅美連奴啦，同埋決賽嘅最佳球員啊，費蘭托利斯左腳一戰定江山。我今日亦都有見到啊，包括墨西哥嘅總統啦，辛巴姆女士亦都有咧，就成為頒獎嘉賓，就着起綠色衫，非常有墨西哥色彩嘅呢一位啊！我都有現場嚟到咧，就係頒發獎牌嘅。咁嘅仲有奧姆莫雲加特別讚賞佢今屆可能喺前場銜接得最成功一位球員。佢仲有耶利美賓奴，咁今年咧又有獎牌喎。咁佢亦都當然係有幫水晶宮啦，贏到協會聯賽嘅冠軍啊！有普羅呢位右閘球員上落落，咁啊更加喺4強嘅賽事咧係有士哥添啊！普羅之後咧有拉破迪，咁可以同埋古巴斯一老一嫩啦。絕對係古巴斯一個好好嘅學習對象。班安娜呢位馬體會嘅中前場球員啦，為西班牙左路帶嚟好重要嘅元素，同古古尼亞嘅化學元素同埋配合啦，的而且確係相當之強大。我嘅仲有力高威廉斯，畢爾包嘅翼鋒啦。今日除咗墨西哥嘅總統，亦都有加拿大方面啊。當然就係我哋嘅總理卡尼啦，亦都喺墨西哥嘅總統辛巴姆女士嘅隔離啊，亞馬。今屆咧再一次睇到佢喺好多比賽當中啦，成熟啦，同埋起到關鍵嘅作用。亞馬亦都有相當遠大嘅前途啦。特別係菲立比6世國王咧都埋嚟咧，就係祝賀佢。今日隔離亦都有咧，就係西班牙方面嘅足總主席啊，盧桑。西班牙啦，今日我哋恭喜佢哋咧成為咗冠軍啦。下屆佢哋就成為咗東道主之一㗎啦。西班牙亦都會同葡萄牙啦、摩洛哥啦，仲有3個南美洲國家啦，就係一齊合辦下一屆2030年比賽。西班牙當然咧就好大可能就會承辦最多比賽場數嘅國家。古古尼亞，佢話如果贏咗世界盃冠軍咧，佢聽日就打俾教練話唔踢㗎咯噃。真定假啊？應該假嘅。後日可以打翻俾教練話佢踢翻。OK。今屆佢同埋普羅都係有一個相當之好嘅演出啦。呢度亦都有就係域陀蒙路斯啦，同埋伊基利斯亞斯。當然唔少得主教練嘅迪拉方迪，繼續延續佢哋嘅不敗神話。喺主要嘅賽事，西班牙啦，真係近乎冇乜點甩拖嘅。壓軸出場就係隊長嘅洛迪香蘭迪斯。我哋恭賀西班牙嘅同時啦，另一邊廂嘅阿根廷嘅擁躉，我哋現場睇到啦，係冇停過喺度嗌美斯嘅名字啊！可見到阿根廷球迷嘅忠誠程度，同埋佢哋對美斯嘅崇拜。即係洛迪香蘭迪斯，我特別讚賞嘅地方就係佢都經歷過1年嘅嚴重嘅傷患啦。呢位其實都係金球獎得主嘅球員，喺復出之後咧，亦都狀態穩步上揚嘅。今日咧再一次成為咗關鍵嘅人物啦，係今屆比賽當中最好嘅一位球員。的確咧就係。今屆西班牙會睇到佢哋好願意放膽俾年青球員擔當重任，亦都收成正果。洛迪嘅香蘭迪斯，今屆嘅比賽我哋睇到一啲球王級嘅球員，美斯、斯朗拿度嘅表現，亦都有洛迪、香蘭迪斯呢啲金球獎得主，繼續有穩定嘅演出。因芬天奴、特朗普將2026年世界盃冠軍嘅寶座交俾洛迪香蘭迪斯。恭喜西班牙，佢哋歷來第2度成為世界盃嘅冠軍。的確咧就係值得恭喜。今屆佢哋比賽喺最後關頭，最後一場決賽嘅比賽過程當中，加時擊敗阿根廷，成為咗盟主。2026世界盃冠軍係屬於西班牙嘅。今日過程對於西班牙嚟講都
相當艱辛，雖然佢哋佔盡優勢，好多射門，但係仍然一直都揾唔到入波可以喺90分鐘裏邊解決對手。咁當然阿根廷咧，亦都有好多球員啦，大部分嘅成員咧仍然留咗喺球場上邊嘅。但係呢一刻係要向西班牙致賀嘅時間，恭喜佢哋經過咗8場比賽之後，成為咗冠軍。阿根廷咧都係喺球場上面啦，留守到呢一刻，而家開始啦就漫步離開球場啦。今屆西班牙嘅奪冠之旅咧，由亞特蘭大展開嘅，踢咗2場對住佛得角啦，同埋沙特阿拉伯啦，然後去咗墨西哥嘅瓜達拉哈拉對住烏拉圭，32強啦，翻嚟洛杉磯對住奧地利，之後移師達拉斯對住葡萄牙。去完達拉斯之後咧，又翻嚟洛杉磯，再去翻達拉斯咧，就先後擊敗咗比利時同埋法國。逐次嚟到新澤西呢邊，能夠成為世界盃嘅王者。好多人講啦，包括咗尋日即係技術委員會都提到，上一屆咧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咧，好多球隊可能咧嗰個路程好短嘅啫。大家唔需要點樣咧舟車勞頓，但係今屆唔同啦，呢個冠軍嘅含金量咧特別之高，價值咧特別緊要，因為起碼場數要打多啲啦，肯定要出多啲力啦，歷時又再長啲啦。8場比賽之後，西班牙成為咗冠軍。同埋今屆咧就其實同好多以往嘅冠軍球隊都係嘅，西班牙都會喺過程當中調整佢哋嘅人腳，不斷轉變，不斷去到改良佢哋嘅踢法。不斷尋求一啲方程式應對每一個對手，去到令到球隊咧更加成隊波平衡，更加有戰鬥能力。而家咧亦都見到就係一眾西班牙球隊嘅即係球員啦，係喺台上邊去到祝賀啦。現場嘅球迷咧，其實就亦都慢慢係開始逐步離開㗎啦。見到我哋身邊好多嘅行家咧，都已經係能夠一齊喺度致賀，能夠親身感受現場嘅世界盃氣氛。當然，首先要多謝公司嘅安排，其次就係可一不可再嘅事情。現場亦都係放起咗煙花，能夠祝賀西班牙奪得呢一個嘅奪冠之旅。呢個過程完美無瑕，亦都係恭喜晒西班牙，成為咗2026世界盃嘅冠軍得主。